多谢。好，好，安尼咧刷来，咱们邀请第一位讲者来开始咯。第一位讲者是咱们邀请蔡秀吉，目前是咱读阳明高大学生，伊是秀吉，伊即摆是住伫新竹丰城，所以伊是丰臣秀吉。伊要今日要甲大家来介绍网络科技，就是咱的 OG Orange 吼。好，甲时间交互秀吉。我请问我安尼讲话，大家敢听清楚？有赞。会使。哦，好，安我分享一下我好。好。可能就是这是我头一届用台语来做介绍啦，个惊讲袂清楚啦吼。就是甲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大家好吼。我是蔡秀杰啦。今仔要用迄个15分钟，可能甲大家介绍这个 Orange 这个架构。我尽量讲清的安尼。我首先先自我我先简单来介绍讲，我想要用台语来教这个 Orange 的这个动机啦。我二月的时阵我伫阮学校伫即个前瞻网络技术中心做即个研究助理的时阵叫交代工课讲，叫我去了解即个 Orange 即个科技啦，搁要做 PPT 加头家报告。而且我咧找这 Orange 资料的时阵，我阵啊找网络拢找无，你敢知？拢英语即个文章啦。我认为讲即个科学普及教育大众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社会责任啦。因为我本身伫屏东这偏乡大汉来台北读册一个囡仔，我亲身体会到，就是爱得到这个优质教育的何等解决啊。所以我即摆有能力就来做这个开源的分享啊。而且讲即摆讲台语的人介少啊，对吧？互遮个囡仔在一边学习这个科技的同一时间，嘛会当练这个台语啦。另外就是当互你这提早来投资这个Orange的这个设备的供应商啦，猛谈。首先就是这个定的这个部分分做5个部分为大家做介绍。首先是Orange是啥物，Orange佫是啥物，是咱会需要伊的吼。咱传统的这个4G LTE Orange，甲咱即摆这个 Orange 有啥物差别啊？所以我来解释这个 Orange 这个架构关键元件即个介绍，甲 Orange 的即个智慧控制器，甲封闭回路控制，伊封闭回路控制。最后就是 Google Cloud 伊加入来即个 Orange 联名，这未来发展啦吼。首先先甲大家介绍啥物是Range，Range 就是无线电接触网络，是即个电信系统的一个部分。将放出即个无线电波，将咱即个终端设备嘛，对无？连线到网络。简单来讲呢，就是讲Range即个系统，伊放出即个信号，像你即摆手机举4G、5G 嘛，对无？接触到即个信号，你当上网啊。咱终端设备就亲像这手机甲即个智慧手表安尼。即个Range呢，已经经历几落代就自这3G、4G， 一直到即摆5G Orange吼。所以就今日重点啦，就是 Orange亲爱观众朋友毋是讲路边摊款 Orange， 是 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 开放式无线存储网络这个技术啦你讲这可能就同学买问你讲开放，伊是开放是倒位咧？对，伊就是将这个网络这个架构将开放开，依照伊这个功能来做测分啦我做一个简单一个比如啦我甲 Orange。我甲Range比如像交通无好就是交通部门管一大堆这交通的物件，即摆就看伊工作内容来切做一个无共无共的这个单位啦。就讲你管这甲配就是邮局嘛，管这通讯的中华电信嘛。所以啦这 Orange 就是甲这一个甲切做一个无共款这个单位啦无同款即个元件，佮经由Orange 规定的一个通用界面来做即个连接，伊主动网络供应商规划放弃即个现象发生所以咱即摆有网络元件会当来自无同款即个供应商，无同款即个供应商的设备嘛会当拢互通会当降低咱即个基地台咧建设的即个成本。提供电信商介做即个选择，当然介绍嘛反映到咱消费者的身躯顶
就是这个欧润吼，伊将这个后世代这个5G 通好自动化，会当以需求来了解这个网络的资源。想要来了解啥呢？会有这个网络供应商孤占的这个现象发生，咱先来了解一下过去这个论的架构是安那。我即马后壁敢是伤差呢，歹势，因为我即马讲班。没有。哦，好，歹势。哦，阮先来了解一下讲，过去这个论的架构是生做安那啦？我以这个5G 的顶一代的4G LTE 来做范例。这个就是要互你了解到这个传统 LTE 论甲欧论的差别嘛。重点名词解说就是论的解耦 （Run Disaggregation）、功能切分 （Functional Split） 甲介侪供应商 （Multi-vendor）。好，看到这张图就是4G LTE 论的硬体架构图。我呢先来看到几个这个关键的这个元件啦吼。首先是这基大单元 BBU， 伊负责一寡这信号处理甲网络存储的这个工作。出来是咱这个 RRU， 伊是无线宽频透析比，内底就亲像这个类比转数位转类比转换器啦，佮有 RF 设备安尼。RRU 顶面这个就天啦，就是天线啦。可能记得来，可能大家咧听就较有啦，这是平常大家拢会接触到这个物件啦吼。RRU 甲 BBU。甲合作伙就是咱平常时咧讲即个论，大家注意吼，即个 RRU 下骹即个 CPRI 即个 secret 界面，就是连接即个 BBU 的即个界面叫做 secret 啦 ，CPRI secret 伊叫做无线基站通用界面。虽然讲是通用啊，但是其实每一间即个厂商的这 secret 拢是 proprietary， 就是讲是专有的。我虽然我毋是咧文学读书，但这听起来怪怪啊。你讲这是通用的，所以我意思讲哦，你这 RU 是专有的，你 BBU 嘛是专有的硬体加软体啦吼，晓得？就是，所以我做一个比如就是较大即个厂牌好啊，Nokia RU 就袂当甲 Ericsson 的 BBU 这接做伙，你是听无嘛？像我即摆举 Google Pixel Type-C 嘛，你就袂当去插迄个 iPhone 的 Lightning， 你敢有听我意思？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啦吼，你甲想话，安尼伊即个钱吼，是毋是全部拢互干那一间即个供应商拢互趁去，拢规碗捧去，伊要花偌悬就花偌悬。所以即摆乌明毋是讲即个苹果买电视控制顺利的时阵，将即个充电头全部拢换做 Type-C。咱遮论要安怎？所以即个开放即个想法就出现啊。所以全世界即个电信各角头吼，就来集合要来开会啦。来制定这个论的开放界面，所以要来这个遏制这个网络供应商高价这个情形发生，是不是来做一寡这个硬体顶悬的切分，互无共款这个供应商来制造元件啦吼？无我来比如啊，你若干那讲规定讲失去这个界面你开放，但是你原在你这个 BBU 嘛是拢 Nokia 咧做，我全部这论的架构有超过一半拢我 Nokia 咧做。我想爱听你的对吧？所以咱首先就是要先来考虑，要安怎做这个论的解耦，就是咱咧讲的这个 Run Disaggregation。Run 要安怎来切开 RRU 甲 BBU 咧，就是只来看你负责什么工作，才有你功能来做切分啊，就是 Functional Split。你分做这235到100个 option， 以这新的界面 Open Front House 来切开 DU 分布单元甲 RU 无线电单元。大家来看啦，我今 front house 哦，那往这个倒手柄来切，就是我无线电单元伊的功能变较济。那我这个正手柄来切，我 DU 分布单元功能较济啊啦。所以咧，我若 front house 切伫倒手柄 option 1的所在，我 RU 就是无线电单元功能变较济。我今日读这个功能伫 RU 顶悬，我咧开发，我咧制造时阵是毋是变较困难？若是想要新增一寡功能，在伊顶面，我已经读这件物件，我是要安怎去读？所以另外就是因为伊这个功能哦，伊在即个无共的即个厂商设备互通，会变较困难安尼啦。假使讲我今即个 front house 哦，切伫即个正手柄，就是 option 8的即个所在。虽然讲即个 RU 无线电单元的功能，讲少，听起来敢若袂歹哦。
但是我惊有句安那，我传物件传速度介紧，啊，我搁要做即个信号处理嘛，像即个快速处理业转换、快速处理业转换，也是讲我要确定我传的资料敢毋对嘛，敢有错误，是毋对爱做即个错误检查。我传的资料量介大，所以我即个高速公路，我即个频宽就是爱够快，才传了会紧啊。所以即个时阵就爱做ZAP啊，所以ZAP国际电信联盟，伊就阵啊选3个方案，最后即个 Split Option 7.2吼，就出头天啊，将阮在即个 Secret 即个界面 Front House 以及即个物理性，就是 Physical Layer 传资料即个部分，使用 eSecret 来取代即个 Secret 安尼。啊，采用即个 Split Option 7.2有2个可量的即个点啦吼，就是讲我 RU 的功能啦变较济，就变较了电啊。啊，另外一个可量点就是传输资料即个需求啦。我 Open Front House 若设置 Option 数字较悬的所在，比如讲 Option 8，RU 功能少，开发会比较方便。但是我即个界面传输的量会加开，啊，对这列个要求嘛会变较济，就是讲袂当列个啦。最后就是甲即个 Open Front House 设置 Hi-Fi 甲 Low-Fi 的中间来解out DU 甲 RU。啊 ，Option 即两三无啦7.8，无讲对一个较好啦。啊，7.2是投票投出来的，即摆嘛是有人咧做即个 Option 表安尼啊。啊，所以来看一下即个 O-RAN 的架构啊，甲坎多啊即个 LTE-RAN 来做比较。BBU 做即个功能切分 Functional Split， 将咱即个 RAN 嘛解out成 CU、DU、RU 3个无同款的元件，但是毋安尼尔，伊共一时间嘛制定了即个标准的开放界面，所以吼，你若要建设一个 RAN， 你的元件会当是来自无同款即个供应商啊，就是 multi-vendor。咱坎拄啊看到咱即个 LTE 的 RAN， 伊的 BBU 是一块物件呢，啊，伊即马切做 CU 甲 DU， 会当放伫无同款的所在。搁有伊即个 BBU 本身嘛做解耦，设计一个部分会当做即个温暖体、温计算。啊 ，O-RAN 会当利用即个即马4G 的即个硬体设备来建设。坎多一开始讲到这个网络智能化，就是靠即个 RIC 即个新的元件啦，来离线部署机器学习的即个模型，甲一时间度网络的负载。利用即个封闭的即个控制、封闭回路来做即个资源的调整啦、配置，来提高即个资源的即个有效利用率，改善使用者即个网络的体验啦。我用即张图啦来列出重点，传统的即个4G LTE 的 RAN 会当看到拢共一个色，拢蓝色有无？拢是由共一间即个厂商估价。啊，即摆 Open Front House 依照即个 Functional Split 功能切分变 RU 甲 DU 切开啊。即摆 O-RAN 就是用即个 RAN disaggregation 切做 CU、DU、RU， 啊 RAN 的组成会当来自无同款的供应商。刷来解说即个 O-RAN 架构内底几个较重要即个元件啦。啊，学习目标就是要带恁来了解，简单来了解即个 O-RAN 即个架构。甲关键的即个元件甲界面，好，了，你若一开始看到一张图，完全拢看无啥哦。没关系，我也是。出来就来带大家来看到几个即个重要即个元件，分别是 SMO 服务管理编排，甲即个 non-RTRIC 负即时智能控制器，甲 Near-RTRIC 近即时智能控制器。出来就简单来介绍 SMO 这个元件有啥功能啊？伊负责这个RAN的网络资源管理、传输管理、端对端的这个网络切片管理，你甲想做迄个服务品质管理 QoS 安尼就好啊。O2 界面负责这个甲 O-Cloud 进行沟通啦，执行平台资源工课负担的管理啦。啊 A1 这个界面吼，就是为着要互这个RAN的资源咧调用会当较好势。SMO 内底即个 non-RTRIC 来经由 A1 界面甲 Near-RTRIC 进行沟通啦。啊 ，Front House 的即个 M-Plan 界面就是 SMO 甲 ORU 进行沟通的一个桥啦。最后，佫有即个 O1 的 FCAPS 各种组态规则效能甲即个安全管理的控制界面。啊，因为这边是即个网络智能化的部分啊，所以我甲独立出来。
但是伊其实嘛是伫坎多迄就是重要单元内底啦。即个带你来了解到欧润伊是安怎整合即个 AI， 做甲即个网络的即个智能控制的目标啦。所以咧，我先来解说即个 Non-RTIC 非即时智能控制器是安怎做工课的咯。SMO 内底即个 Non-RTIC， 伊就负责收一寡资料，为着要确定讲我资料来源是无问题，是安全的嘛，所以伊会用即个离线的方式，将即我内底 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的模型来训练起来，封闭的即个回路来训练即个机器学习的模型。所以伊就安尼唱歌的无，分分教 Near-RTIC， 教讲吼，你这软的资源要安怎分配，你这软要安怎控制安尼啦。所以我来介绍一下 Near-RTIC 的即个是安怎做工课的。即伊就是利用看多即个 Near-RTIC 伊部署的即个机器学习模型，间大也是依照使用者的即个状况来做变化，主动提升即个调整网络资源的即个配置。伊反应时间是小于10毫秒的啦，所以会当讲是非常的紧。最后来介绍甲即个智能控制器有关的即个界面，分别是 A1 界面，就是咱 RTIC 手环的，甲 Near-RTIC 要安怎控制即个软的即条线。E2 界面就是 Near-RTIC 甲软要控制伊就是即个资源控制即条线。甲最后的即个 O1 的即个界面伊负责收资料甲控制。2001年呢，这 Google Cloud 宣布要加入即个 Orin 联名啦，会当策动即个 Orin 的发展啦。Google 有即个机器学习，有解这些资料，佮有这地理空间分析的即个技术，就是讲你 Google Map 甲 Google Earth 嘛，对 ，Google 地球，会当帮助即个软伊即个智慧控制器的即个发展啊，而且有提供即个平台，即个 BigQuery 会当结合机器学习做较即个网络的。会当互即个网络较好势安尼啦。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吧吼，什么是 Orin？Orin 就是无开放式无线存储网络，伊开放什么呢？伊将即个软的即个架构开放，将即个软吼以功能切分做无共款的即个单元，这无共款单元，佮用即个标准的即个开放界面来做连接。伊开放界面，伊改拗即个架构，互即个软会当来自无共款的即个供应商来甲建设起来，经督网络供应商规划放弃即个现象啦。最后就是软的智能方便即个回路控制，互即个软会当依需求自动调解网络资源啊。你若讲我今日讲了袂歹吼，伫欧软顶面吼有一个即个 software community。就是开源即个软体一个计划啊，希望会当经由我即摆介绍吼，互即摆可能大家晓热，你无聊，会当投入来即个欧润开源软体即个开发 ，Let's make Taiwan great again。好，即就是我今日介绍，感谢大家。好，感谢秀哥的分享。即摆时间就当互大家来自由来问问题。好，即个高阳请讲，高阳人请讲。歹势，我当初有听到你讲到一句话叫做“适当啊，适当什么什么什么啊”，应该是爱讲推送吧？还是有即种讲法讲适当吗？我有法度听出你咧讲的意思是咧讲推送。嘿，我意思是讲，平常时咧讲的话口应该是拢讲推送。按对咧听到讲适当什么物件？是看单我咧讲 Google 迄个部分吗？你当初讲的时候，你有咧讲咧适当一项，因为你讲的迄是算做是咧写程式台语，毋知咩讲？写程式，写程序哦。是安尼。写程式。程序吗？确定这会行吗？安尼。当然，遐当迄个律师遐帮我填加好啊，安尼，因为我程式较慢，讲袂过，是讲我有听到你咧讲的迄，因为迄是你的专业啊。一般我的语讲内底应该是讲推送，
我是咧分享一下。你感觉推动是对的吗？推动，我会记得我当时伫Google 迄个所在，对讲咧推动即个乌伦一个发展安尼啦。我意思感是安尼，感谢。因为我听到是撒动啦。撒动，了解。安怎我？我觉得我会当个插讲来啦吼，可能是个人的使用习惯吼，不要紧。好，安尼其他人敢有啥物问题？即摆大家拢当主动问题哦，啊无大家慢慢伫迄个地方内底留信息吼。迄个德辉请讲。嘿，举手嘿。喂，你好，敢有听我的声？有，安尼。有。还是因为我头拄拄中开始听啊，所以我头前听无，头前无听着，所以中我敢若接无。啊，你是我听落来，我拄中听落来，是哪就是你是一种迄落敢是通讯系统，还是设伫迄落全无线通讯啊，另外一个我感觉就是迄两边就是照迄落，咱讲是一个调节器，就是咧调整讲你看你即摆的网络是啥款，就测迄上适合的所在，啊，就是迄个刻度是测到8个阶段安尼。嘿。你测伫迄落无线通讯的另外一位迄落调整的迄个方面是倒另外一个叫做啥物？你讲测伫两边就是 option 1甲 option 8安尼嘛？嘿啊，就是你讲一边是 RU 是我迄落无线通讯对无？啊，你 DU 迄个 distribution unit 就是分布单元。分布式的单元，咱明仔甲你搁较解释过。分布单元，伊就是伊是我伊是原在即个 BBU 内底即个媒体来切分出来一个物件，安尼啊内底是安怎运作的，我可能是爱查。因为我本身是读通讯的，啊，毋过我敢若听有迄落无线通讯部分安尼是啊。好，我想开，我会记得伊就是有伊迄波速成型就是后边说明呢。嘿，对，是测伫 RU 下骹互 RU 来做。啊，我有一张图啦，我等下会当寄互你，因为我无把背开，伊测分伤侪物件。啊，好啦，现主是互大家听者，迄落头拄讲的迄落波速成绩，迄边方面是好做啥物咧？就是阮知影讲咱天线咧接收迄落无线电波的，啊，就是你接收，准啊，因为迄落头拄讲的迄边方面，就是有几落支白色火，啊，你调整讲用迄 base，就是内底用迄波电差，咱讲波电差啦，接收的时阵就是。互迄个天线是当朝迄个接收的角度无同款，就是迄个互伊一寡就是有种特别的方向，啊信号较强，啊有种方向去信号较弱安尼啦。迄是一种技术，就是互迄个电波的接收，也是放射放送的时阵有方向性的差别，就特别的方向啊信号较强安尼。啊，我感觉讲的就是伊是测遮 Hi-Fi 甲 Low-Fi 中遮安尼，open 放好是测伫遮，啊可能顶悬就有节目就是调变安尼，啊搁这嘛，嘿对，啊下骹就有这波速成是 BF 这所在，啊我无背开啦，这物件收对歹势。啊，无紧啦，我是想好个问者，因为我即久无，因为我即久要听着熟悉的物件，像讲题目歹势，歹势占着大家时间。阿姨请讲。好啊，我先讲，我是一个外行的啦。虽然我是理工科，啊，毋过我还算是外行的。啊，我其实听无啥话，我想要来问看，我听着的，想看听着敢是甲你讲的是共款，因为头拄仔德辉有小解说，讲即个物件是主要的目的，还佫有伊的
好处是讲会当互你的信号传较紧的，是安尼遐。乌论即个物件，就是要阻挡即个网络供应商规碗放弃即个现象啊。因为较早可能为即个架构拢是诺基亚咧做高阶技术，啊，即摆拢开放改变，甲开放即个结果。因为我头拄解说是另外一个物件，啊，伊头拄手家讲的就是迄落，看像我假喙，就是迄落，因为本地 LG 迄个结构就是头拄所讲的安尼，就是伊规组迄落结构拢是工一个人做的，啊，即摆是拆做规个部位，啊，互无共人来趁安尼啦，安尼就变做讲就无人供应商来去斗安尼，所以是，嘿。所以是讲，比如讲，若即项物件爱原本是可能会当互真济厂商，也是讲真济人来负责做，无共款的人来负责做即项，还是即个流程。毋过即摆市面上拢是共一个组织，也是共一个公司咧做，所以讲会去用迄种利润的去用，互迄个公司拢去互伊提去。啊，即摆意思就是讲，可能即个其中的一个部分，要互就是有一个新的公司，还是讲新的人，还是啥物来去甲伊做即个部分，安尼才袂互伊利润全部去互提去，是安尼意思，对无？你知影咱讲的是，即种竞争是一个大龙头。啊，即马是拆分煞，大家组队安尼啦。你睇解释啊，我那解释应该无掉。好。所以即摆即摆好处就是讲，咱若是来用遮的物件，会当卖互即种利润全部互同一个单位去赚去，安尼，所以爱推销互大家，意思是安尼呀。啊，所以是给你讲。我想要补充的就是讲哦。啊，你原在可能就是诺基亚，啊，伊即摆高价嘛，伊想要化办就化办，啊，即摆即个技术就是开放嘛，对无？伊就当降低咱咧做即个基地台的即个成本，建设的成本会降低嘛，啊，降低当然就反映着咱消费者的即个身躯顶来反映着来，安尼。啊，我想要问讲，是要安怎来支持即个技术？啊是头拄有讲着，啊，毋过我可能听无啥，所以可能讲较简单。我可能只是咱科学普及安尼啦。啊，讲若大家像就是几位老师若有即个兴趣的话，啊，许多有用，就是我等下当传即个 community， 啊，就是来了解一下，来帮助即个社群的发展安尼。所以主要目的，即摆目的是想要互咱遮的消费者知影讲，即个技术咧开始咧发展，所以会当互搁较侪人知影，互搁较侪人知影了后，安尼即个技术才会普及，安尼就对啊。嘛是嘿。好，阿东头拄想要讲的，阿东有想要讲啥？我袂记我头要讲啥，不要紧。其他人有啥问题？若无问题话，大家会当甲你的想法，还是你有其他想要问的问题，咱留伫迄个白板内底，互小杰看，安尼就先感谢小杰的分享。